到咗今時今日，我唔準咧，仲有人咧只係識得許願，唔識顯化。你個願望清單咧，唔係淨係攞嚟寫日記嘅地方，而係咧用嚟變成現實嘅地方。如果你個願望仲係停留緊喺筆記簿上面寫嗰幾句嘢就算，咁你可以試下，一係咧寫低你願望之前做以下呢件事：打開你嘅 GPT，輸入呢一段指令，填上咧你想達成願望嘅年份，你依家咧嘅身份同埋願望，越具體越好。例如咧年收入咧破100萬，加幾多錢人工，創立知名嘅品牌，環遊世界等。然後咧你就會得到一封咧好似嚟自未來嘅信，裏面咧有你咧生活嘅具體畫面，你成功之後嘅真切感受，甚至乎咧你當時着啲咩衫，聞到啲乜嘢氣味，都幫你描繪得好好。咁樣一嚟咧，你嘅願望咧唔再係只係喺腦袋裏面模糊嘅想像，而係變成一幅清晰、生動，能夠隨時可以激勵你向前衝嘅未來藍圖。如果你想要完整嘅，可以幫你願望更加具體化畫面嘅 GPT 指令，又或者咧你想加速你嘅夢想成真，有效咁樣將能量咧傳送到去你嘅潛意識，喚醒你內在嘅力量，直接留言顯化，我會將資料傳送俾你。